台北市长的选战是愈来愈烈，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今仔早起嘛提出动物保护的相关政策。黄珊珊伫教师节即天提出教育政策，讲要互3、4岁囡仔读公立幼儿园免学费。之前强调讲要来降低师生比甲代理教师比例，民进党台北市长的参选人陈时中伊是呼吁蒋万安赶紧提出政见来比拼。和鸟仔翕相，去落来甲狗仔耍，一陪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公布伊的动物保护政策。友善动物，台北更好。动保团体斗战声，蒋万安提出福利、保护、教育3方面的政策，包括提升动物收容品质、建立领养教育制度、推动宠物友善交通等等。我觉得这是迈向友善城市很重要的一步。对于饲主未来带着宠物出游。不管搭乘公车或搭乘捷运，其实都让大家可以更方便，也更提高我们对于宠物友善的意识。9月1日教师节，同一个时间，无党籍参选人黄珊珊是提出伊的教育政策，希望打造为幼儿仔到老大人下年岁的教育环境，嘛承诺要将5岁囡仔纳入义务教育范围，3、4岁的囡仔读公立的幼稚园免学费。就是我们现在不是有公幼，还有非营利，还有准公共化，每个月还是要付1000、2000、3000块的这个学费，这个部分我们精算过，如果免学费的话，台北市政府大概要将近提出12亿的预算就可以完成。民进党参选人陈时中日晡是走去新北市的实际拜票，伊讲因为这嘛是台北市的生活圈，听到黄珊珊发表教育政策，进前就已经提出相关政策的陈时中表示，教育确实是大家都应该爱重视的。我想这个黄副市长这边有提出来，我们这边有提出来，那我想那个蒋万安这边也要赶快来提出来，那才是一个正确之道。蒋万安回应，因会为老师、学生、家长无共方面来建议，请大家搁等一下。记者林书豪、谢桂林台北报道。